我们先来练习今天的回应诗《荣耀的呼召》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高举双手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你因我纯正，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开心大家一起今天又聚在这里，这是上帝满满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一起开口敬拜爱我们的上帝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带，每天要思想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带，每天要思想。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带，每天要思想。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
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。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复兴的火焰正燃烧，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，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，在主前同心的祷告，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，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，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。复兴的火，神灵的火，在我心中点燃。复兴的火，神灵的火，把我烧在主祭坛。复兴的火焰正燃烧，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，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，在主前同心的祷告，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，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，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。复兴的火，神灵的火，在我心中点燃。复兴的火，神灵的火，把我烧在主祭坛。复兴的火，复兴的火，神灵的火，在我心中点燃。复兴的火，神灵的火，把我烧在主祭坛。把我烧在主祭坛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
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足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灵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！你说话，命里就灵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！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圣洁荣耀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你引导我们如何为自己，也为教会的福音祷告，让我们同心合意，为兴旺福音一起努力。我们也为教会的合一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一起往同一个目标迈进，在信仰上、生命上有所长进。也求上帝帮助教会弟兄姐妹都能靠着圣灵
结出丰盛的果子。祷告是奉靠上帝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请坐。你要拿这个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到20节。马可福音16章17到20节。信的人必有神机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，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机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邀请三角埔教会柯祖同牧师前来为我们证道。他证道的主题是胜过撒旦的能力，胜过撒旦的能力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聆听神的祝福、喜乐跟平安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。这时候，我们将弟兄姐妹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求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恩膏我们，让我们所有的重担压力都放在神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让我们今天就单单仰望神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你来做那医治的工作、拯救的工作、祝福的工作，让我们今天听见神你对我们说话，恳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间国立艺专设立在郊外的山下，附近的老居民因为对音乐都没有兴趣，更不了解西洋音乐。当音乐学校设立之后，有女学生常常在清晨4、5点，音乐系的学生通常都留着什么发？长头发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些音乐系的学生披头散发，站在山上练习声乐，练习发音，哇！附近的村民却认为这是什么在惨叫，以为这是女性厉鬼在惨叫，哇！都吓得怎样？魂不附体，惊到皮皮喘。到底这是什么声音啊？3更半夜透早的在那里虽然经过校方不断的解释，直到1年后，村民才确信这是人在唱歌，不是鬼在叫。各位，这段女鬼惨叫的故事，在提醒我们一个问题：在人的心目中，是怕鬼还是爱鬼？各位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你是怕鬼还是爱鬼？圣经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
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还有孔子说：“敬鬼神而怎样？而远之。”另外，墨子也有说过，墨子也痛恨人，因为不相信鬼神，以至于天下大乱。请问，你相信世上有鬼吗？世上有没有鬼？所以在农历7月鬼月，今天的敬拜，我们要接着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到第20节，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：胜过撒旦的能力。真的有鬼吗？真的有鬼吗？万一真的有鬼，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得到胜过撒旦的能力？有3个方法。第一，奉主的名赶鬼。首先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得到胜过撒旦的能力。第一个原则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。真的吗？不信请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请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请注意，奉我的名赶鬼是什么意思？是描写基督里，在基督里胜过黑暗的权势。赶鬼，注意看赶鬼这2个字。我再问一次哦，世上有鬼吗？你们都不太好意思讲，人家第一场哦，他们弟兄姐妹都大声的讲，来，世上有鬼吗？圣经描写始祖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会偷吃禁果？谁引诱他犯罪？谁？魔鬼。以色列百姓哦，我们注意看哦，以色列百姓第一任国王是谁？扫罗，对不对？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？因为什么东西降临在扫罗身上？什么东西？恶魔。还有，我们来看耶稣洗礼，圣灵充满后，在试探山遇到谁来试探他？谁？魔鬼。可见神告诉我们，世上确实有鬼，所以我们必须奉主的名赶鬼，才有喜乐平安的生活。阿们。举例来说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25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25节描写主耶稣赶出哑巴鬼。还有使徒行传第16章第18节描写保罗赶出污鬼，证明奉主的名赶鬼是行得通的，就好像亚兰见证说，他以前是一个肺病患者，不适合负担沉重的牧会工作，因此他被指派负责管理一个小村庄。那个小村庄呢，在当时不仅仅是贫困者之家，同时也是一个一般精神病患、精神衰弱者和一些不会伤害人的精神病者之家。当他在小田庄牧会的时候，他开始为那些他所负责照顾的病人祷告，而且神听他的祷告，所有病人痊愈的事实鼓励着他，使他更扩大他的祷告工作。有一天，他背出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到第18节，成为他说话做事充满大能力的根源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信的人，来，预备，来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当他念完这些神的话之后，不久，他知道那些不幸的癫痫患者、精神病患者，都是由于被外来的恶灵所占领跟控制而引起的。那恶灵不是别的，乃是谁？魔鬼的首领。渐渐他得到勇气，
凭着基督得胜之名攻击这些恶鬼。他更明白，因着基督的名所施行出来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。在他看来，基督的名是一种无敌的武器，不仅仅是进攻的武器，也是防守的盾牌。他曾经有一次对年轻的牧者说：“年轻人，我对你只有一句劝勉的话，那便是把基督之名放在魔鬼跟你之间，魔鬼就不能通过了。”还有赵雍基牧师，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赵雍基牧师他是韩国最大间教会的牧师，他们的教会70-80万人哦，不是700-800人哦，70-80万人。赵雍基牧师见证说，有一次他在英国参加一场奋兴的特会，这场聚会呢是在戏院举行，参加的人似乎灵命很低。当他请他们说哈利路亚，没有人反应，他们只是坐着看他，好像不喜欢听赵牧师讲道。正道完，赵牧师邀请病人到前面祷告。有一个少女走到台前的时候，她开始哭泣。她说：“牧师，我不能吃任何东西，我有严重的胃溃疡。虽然看了很多出名的很多有名的医生，但是都没有起色。你为我祷告好吗？”当赵牧师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大叫。赵牧师就说：“奉主耶稣的名，你得到医治。”撒旦咒诅他说：“韩国小子，回家去吧，我还不想出来。”赵牧师问说：“你是谁？”突然一个声音回答他说：“我是魔鬼，在我出来之前，我要害死这个小孩。”哇！听到这句话，整个戏院的人都怎样？害怕的站起来。赵牧师就说：“你这个魔鬼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出去。”这个女孩子就发出尖锐的叫声，立刻扑倒在地。赵牧师又奉主的名扶她起来，她就站起来，赞美神说：“哈利路亚！魔鬼离开了，哈利路亚！魔鬼离开了。”哇！这时很多人都怎样？都跑到台前，要赵牧师为他们的病祷告。从第一天晚上开始，戏院挤满了人群，神的大能也因着人开始寻求神而彰显出来。各位，赵雍基牧师赶鬼的见证也提醒我们，在这末世危险的世代，魔鬼的工作会增加，但是当你奉主的名命令魔鬼出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出去，因为有基督住在你的心里，我们就必得胜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19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第19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”第二点，奉主的名说新方言。其次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得到胜过撒旦的能力。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说新方言。记在哪里？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请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请注意哦，说新方言是什么意思？在形容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的方言，也就是别国的话跟别地的相谈。这些语言的结构、音色、音调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怎样？都是新的。可见在这里主耶稣所提到的新方言，从前后文的语义看来，乃是指向普天下的人所要说的别国的话，是为传福音的需要而赐的，是人人所能听得懂的方言。正如五旬节时代门徒所说的方言一样，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。
证明方言乃是神所赐给信的人一种超然的恩赐。这段圣经里面说到赶鬼、说信方言、手能拿蛇、喝毒物必不受害、手按病人就好了等等5件事情，应许给信的人都必须具有这些恩赐，乃是因着信靠主的恩典，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而有所不同的领受。所以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，神迹是要赐给那一些信靠主的人。刚刚牧师有为第一堂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为他们的病痛祷告。那我第一句话就说，我们要一起讲主耶稣医治我，我们一定要信靠主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神迹是要怎样？要赐给那些信靠主的人。就好像法利赛人再三要求神迹，但是主耶稣斩钉截铁的声明，绝对不可能把神迹赐给不信的人。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实，神应许我们说信方言是赐给谁？神应许我们要讲信方言是赐给众教会众圣徒，是赐给信靠主的人，却不是赐给教会以外的人，明白吗？不过我们可能会问，主耶稣应许信靠他的人就可以说信方言，请问说信方言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方言啦，好，但是我们要注意哦，讲方言讲信方言的目的是什么？使徒行传第2章第11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第11节描写，就是为了知道神的作为，为了传扬主复活医病救人的好消息。请问礼拜99你有常常说信方言，说积极得胜的语言吗？有一位脑神经外科医师，他就表示，脑部的语言中心是控制整个脑部。假如我是说假设的哦，你不能对号入座。假如你常常说我是病人，那么疾病就会怎样？就会掌管你。假如你常常叹气说我贫穷，我失败，那么贫穷失败就会怎样？就会临到你。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最后就会决定你的命运。举例来说，刚果差会的创办人，他曾经患了严重的肝癌，医生说他活不久了，他就回英国疗养。有一天，当他在阳光底下躺着读圣经，他一边做日光浴，一边怎样读圣经。他的眼睛落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突然间启示他一个功课，他想到医生说我是一位僵死的病人，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便得了医治。到底我要相信医生的话呢，还是相信神的话？各位，如果是你要相信医生的话，还是相信神的话？要相信谁的话？当然要相信神的话啊。不久，神的话开始掌管他的舌头，他的全身，最后他完全脱离肝癌的捆绑。各位，上帝告诉我们，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山说你要移到海里，他也必听从。各位，我们的圣经里面有32500条神的应许，有人不讲神的应许，却常常讲消极苦毒的话，讲失败软弱可怜的话，难怪越来越怎样？越来越不顺，越来越可怜，越来越不平安，因为他们的舌头经常说消极的话。愿主帮助大家，常常说新方言，常常说得胜喜乐积极的话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跟我一起说：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是我的喜乐，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哈利路亚！请记住哦，我们可以胜过撒旦的能力，就是常常说什么？说新方言，常常说积极得胜喜乐的语言。阿们。第三点，奉主的名医病，跟旁边的人说，奉主的名医病。这一点我要特别的强调哈。最后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得到胜过撒旦的能力。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医病。刚才你们一定不敢相信，牧师讲到完哈，在这里哦，为了至少20个人在这边做医治祷告，奉主的名医病，这是我们可以胜过撒旦的能力。记在哪里？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8节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。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请注意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指出在基督里能医治灵魂体的毛病，维持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。那些信主爱主的基督徒会经历什么神迹？会经历什么大能力？就是奉主的名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现在已经复活升天，主耶稣现在没有可看见的身体，但是主耶稣愿意使用你的口、你的手、你的脚。当你奉主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圣灵的能力就会透过你的手到病人身上，使他得医治。不信请看先知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在列王纪上第17章第22节描写，他双手扶在病人身上，这个人就怎样得医治。还有使徒行传第3章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3章第7节描写美门的神迹啊。彼得他奉主的名祷告，又拉着那位生来是瘸腿的人的右手，他的脚跟骨骼立刻健壮。就好像在美国有一位拉氏谷姐妹见证，她曾经生病，病了差不多4年半，在这冗长的岁月中，她都生活在可怕的痛苦里。她看了许多著名的医生，很杰出优秀的医生，根据他们的判断，她整个身体都怎样？都糟糕。她整个贵州的身躯，整个身体都坏了，都损坏了，绝无复原的可能。当牧师进入他家的时候，正是晚餐的时刻，他请牧师吃完饭再替他祷告。牧师的回答正好表示他的谦卑顺服神的特色。他说：不，神吩咐我在这家有重要的工作，在我未完成这件使命之前，绝不吃也不喝。接着牧师立刻转向他，安静地问他对基督徒生活的体验，然后提供他一句即祷告的简单的祷告文，好像一个小孩向他父亲说话一样，恳求上帝证实他自己的话。牧师又问他说：你相信就能医治你吗？是的。主愿意医治你吗？是的。主愿意现在就这样做吗？是的。然后牧师口中重复这句话：凡相信的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必痊愈。牧师又把手按在他的身上，告诉神说：我相信因着主的话的权柄，我必得医治。这时他也相信了。正当他们一同赞美主医治他的疾病的时候，一股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便直冲进他的整个身体。从那个早晨开始，直到今天，已经过了42个年头，足以证明他的得医治是永远的，是确实的。
最后，请看，当牧师在福和教会服侍的时候，福和教会就是在永和福和桥的下面。有一天，我去新店更新医院探访欠安的姐妹。当我要为她祷告的时候，她的媳妇我还没有祷告，她的媳妇就先招呼我，先把我带到病房的门口，并分享她母亲的病情。她说，医生有宣布，她的妈妈只剩下2个月的生命。叫我尽量不要祷告说她的妈妈的病可以得医治，尽量祷告求上帝给她平安，有预备心就好。各位，如果你是牧师，你会如何祷告？你会按照他的媳妇的建议来祷告的人，请举手。因为这是他媳妇的建议啊，希望牧师这样祷告。你会按照他媳妇的建议这样祷告的人，请举手。谢谢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从那一天以后，我每次探访他的母亲，我每次都是奉主的名祷告，牵他的手，求主来医治他的肝癌、肺部健康。我没有听他媳妇的建议我是求主来医治他的母亲的肝癌得医治。感谢主，这位姐妹，医生说她可以活几个月？可以活多久？2个月，对不对？她不仅仅活2个月，不仅仅活12个月，她是在活多久？活24个月，而且常常来教会喜乐平安敬拜上帝。还有一位，这个都是真实的见证还有一位在马偕医院加护病房，已经住进加护病房了。家属集合在病房门口，我就去探访他。我来到加护病房的门口，我进去加护病房，他病恹恹的说：“牧师，我都跟我儿子交代好了，吩咐好了，讲好了，记得找你来帮我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一个人要都要做什么礼拜？所以他叫牧师来帮他做什么礼拜？什么礼拜？告别礼拜。牧师，我都跟儿子讲好了啦，请你来帮忙我做告别礼拜。结果我奉主的名按手为他做医治祷告，求主医治大能的手来拯救他，帮助他，医治他。2个月后，他打电话来给牧师，说他平安出院了，已经恢复敬拜上帝的生活。这怎么可能？2个月前他跟我说已经交代怎样，交代后事都讲好了牧师，我都跟我儿子讲好了，将来就是请你帮忙做告别礼拜。感谢主，2个月后他得健康，继续在教会跟你们一样来过着敬拜神、赞美神的生活。你说感谢主不感谢主？还有奉主的名医病，这是真的。你们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多久以前曾经来讲道过？多久以前？你们有印象吗？你们有听我讲道过吗？我以前有跟你们讲说，我有几个癌症，5个癌症，对不对？5个癌症，我是吃标靶药，我身体得健康得医治的。上次我是不是这样讲？但是，差不多要经过半年了，这段期间你们一定不敢相信。医生说你的标靶药吃2年了，你不能再吃了。你再吃的话，卫生署健保的没有补助，你要自费。自费你知道1年要多少钱吗？我的标靶药1年要多少钱？100万。我想说，我存钱，我都不吃不喝，100万可能也要几年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妙，我有奉主的名，我每天早上都奉主的名，耶稣的宝血遮盖，医治我的射物腺癌、膀胱癌、大肠癌、直肠癌、淋巴癌，医治到完全，医治到健康，医治到平安，不再复发。
我每次都这样宣告，求主来医治我。2年后，医生说你已经不能吃药了，因为健保局不补助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真的是呢！你怎么知道？刚刚我都没有讲，他怎么知道？第一场的，这是你们有特别的福气，我特别见证，因为我要追踪嘛，你们要追踪嘛，到底这个科目师得到神的医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已经半年没有吃药了。我不是绝望了，无药可救了，不是哦，我是医生跟我说，断层扫描、X 光、骨头扫描，你都好啦，所以你再讲一次，我不用怎样，不用。医生说你不用吃药了。我本来想说，医生说，那我再帮你介绍别的厂牌的药，因为我已经不能再吃健保局的药了。本来医生是要说，下次来我跟你调整，我跟你介绍哪个医院有在卖这种药，你可以自费去买。我好伤，我很担心呢，怕说再来这个药这么贵啊，怎么办？但是神的恩典够用，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奉主的名求主来医治我的所有的癌症。医生说，我本来打算说要自费要买新的药的，医生说看来你的断层扫描癌症都好了，都不用吃药了。5个月前3月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药了，都没有吃癌症的药。但是你们会说，没有吃癌症的药，那你的癌症会不会复发？我跟你们讲，3月、4月检查没有复发，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，刚刚上个礼拜再检查，所有的癌症都没有复发。没有吃药，奉主的名医治，我的病得医治，阿们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之所以有胜过撒旦的能力，是因为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医病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求神来祝福我们。今天我们之所以靠主可以得喜乐平安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只要奉主的名医病赶鬼，主耶稣要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。结论来说，有一个医生因为太太买了一件貂皮大衣而大发雷霆：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受魔鬼的诱惑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，当物质的魔鬼来诱惑你的时候，你就要用意志力叫他怎样？叫魔鬼滚到哪里？滚到哪里？滚到后面。我有啊，太太不停的哭泣说：有啊，我叫他滚到后面啊。但是他在后面探头出来说：哎呦喂呀，后面的东西也怎样？也漂亮的不得了。我叫他滚到后面，然后魔鬼跟我说什么？后面的东西也漂亮的不得了。各位，最后这个故事在启示我们一个功课，确实要抵挡魔鬼的作为，魔鬼的诱惑，真是不简单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过感谢主，今天神的福音告诉我们，要抵挡魔鬼的诱惑，这是有可能的；要胜过撒旦的能力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因为神的生命今天就要住在你的里面。当你凭着信心、爱心，奉主的名祷告，胜过撒旦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。是什么能力？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？神告诉我们有3方面：第一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；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信方言；第三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医病。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在农历7月鬼月，牧师特别准备神的话语要来祝福大家。你可以靠主过喜乐平安的生命，你可以不受魔鬼的捆绑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，我们可以凡事靠主得胜、得喜乐、得平安。阿们。来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读神的话语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常常会害怕，常常会软弱，
常常会病痛，以至于我们怀疑神的存在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明白主你是全能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的爱，你的膏抹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得医治、得喜乐、得平安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求你的恩光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这时候就靠着主得胜得喜乐。我们所有的病痛都靠主得医治，我们所有的烦恼忧虑都靠主来去除掉，我们所有的忧愁、所有的压力都靠主来克服掉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这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要单单仰望神，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是神你所爱的儿女，在主你的爱里面，我们要过光明、喜乐、平安的生命。谢谢你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靠主过喜乐、平安的生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牧师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呼召能够奉主的名胜过撒旦的能力。我们一起起立，用荣耀的呼召来回应神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，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，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大家请坐。现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奉献。今天是教会以社会奉献主日，我们也可以为了这件事来奉献。那我们的奉献袋在外面的招待桌，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姐妹，可以领取我们的奉献袋，为这次的主日来奉献。
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歌。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今天新来的新朋友，我们可以为你欢迎跟介绍。没有哈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周报，我来做简单的报告。今天是教会社会奉献主日，我们非常欢迎三角埔教会柯祖同牧师前来讲道。我们代表教会再次的感谢柯牧师，谢谢牧师。还有9月1号，我们下个主日下午1点半要召开定期的长执会，请长执同工预备心出席。第三，信德奖学金，有达到成绩评量的同学啊，或者是家里的子弟，可以向学校申请成绩证明书，然后到我们办公室来申请信德奖学金。好。第4点是每个礼拜3晚上8点有读经祷告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再来，肢体相通的代祷部分呢，请各位在家灵修的时候为我们一起来这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。以上，我们最后我们要吟唱善会诗《耶稣掌前》，结束后请牧师来祝祷。好，我们请起立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稣掌权；四面受敌的时候，耶稣掌权。不看环境，只要全心来相信，耶稣掌权，他凡事都掌权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他掌权在每一天，耶稣掌权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来接受神的祝福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爱，在主你得胜复活的日子，主耶稣将胜过撒旦的能力，这样宝贵的福音来赐福给我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喜乐、平安、健康与你同在，特别与泸州教会的复兴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大家请坐。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，我们默祷散会。